子李娘娘一时还生不下来，你先歇歇吧。唉，这女人生孩子，谁将在鬼门关前当做，真叫人揪心呐！娘娘，你心脏真好。魁子，你去守在门外，莫叫眼神惊扰了李娘娘。是。臣求一告，同怕自死。且信东宫立地，西宫留笔，君身外有见，他说臣疾有望，得此先生龙子贼也为王臣钦此。李娘娘，用力，你快用力呀！娘娘，娘娘，用力，用力！娘娘，你快用力呀！娘娘，娘娘你看，这剥去皮袍，斩去尾巴的礼袍，我靠这身体硬来，想起了。乖，我还是怕。娘娘，事到如今，不是他事，就是你法。犹豫不得了，可我这心里跳个不停呐。这人第一次做大事，总会这样的，多做做就好了。娘娘，沈公公他又来了。
娘娘，万岁追问李娘娘还没生吗？还没呢，本宫正等得醒觉呢。公公公，大家奔了大半夜，我的对婚宴花两天当初，这3个之中可是好吃的？这不是吃的，不是吃的，是喝的，是尊及李娘娘准备的菜饵大补汤。对，大补汤，大补汤。国外，还不快送进去？是，不知是什么补汤？奴婢回去禀告皇上，也好让皇上知晓刘娘娘召回李娘娘的关爱之情。哎呀，不过是一盏千年老参汤罢了。国外，再不送是要凉了。慢，皇上闭关修堂，2天不成精神，莫说分我一盏，也好让奴婢去孝敬皇上。怎么不早死呢？可知娘娘率领陈公公去到御膳房，细细熬上一盏千年老参汤，送往道观。是，陈公公随我来。产下的是位龙子，你小声点，惊动了龙子，你可大对不起呀！忙了一晚上，
连口水都没有喝吧？来，喝了它。哎呀，李娘娘产下了一个妖孽，哎呀，昏迷不醒，接生婆被我吓死了。国爱，快去禀报皇上。是。开子快来！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李妃她生下了怪胎妖孽！快，你快将她抛入鱼肉之中，我娘要你在宫中作善事。请着，千万不能当开合盖，三娘妖气冲出，草林门我，并非存在。我腹中胎儿难保，你是副长生之体，快去呀！是。这却盼龙子趁机大同，那李妃不将残下妖孽，自立当日冷宫永不免责。皇上的旨意，你可听清楚了吗？国公公，我要见皇上！国公公，我要见皇上！皇上！娘娘，你就该将那孽障切死埋掉，那多省心啊！埋在宫中，受正等安身。让河水淹死冲走，那才关心你。这玩意当开算了，他滚！可他这时已该回来了。
你在找什么？国外，你听见没有？什么？一坛子，这是哪里来的银孩？曾公公，救命啊！我来问你，这送个泪是何处？东宫，李娘娘惨亡，少人将送个交付于你。李娘娘只是怪太要你，命我跑着何走？啥时间？先因后果一分离。他是皇朝亲生子，为朕后为下手恨。他是太子。曾公公，那你快带太子去向皇上禀明真相。皇上见那怪胎冤怒非常，已将李娘娘当成人工。实际他人对此印黑，说他是当今太子，皇上甚为相信。那就将他召入后宫。刘娘娘全请后宫，耳目众多，谁观察有这么长的字？不管怎样，曾公公，你千万救他一命啊！曾公公。一旦泄露，可是杀身大祸。曾公公是幸福的孩子。唉，这神啊，这么晚才下要你哟。教儿为何不
引起众生拜谢了。陈公公，快子，陈公公，郭公公，早啊！你也不晚呐。奴婢曾令叩见老娘娘。陈公公，可曾看见扣子？扣子当在娘娘宫里呀。他已经出去好久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哎，郭公公，这可是你管教不严喽。哎，陈公公，咱家本来一夜，我的头昏眼花，两腿当中，这孙儿之作可是好吃的。这是皇上接八王爷送的手礼，你要吃吗？各位，不要无聊正事。陈公公，替本宫问安八王爷。是。见他俩神态对面亲与他，我是方才迎君如菩萨，他的这婴儿体可大红将，唐不顾一切归门关，苍天啊，你当人中九太子乘风随梦，乘风随梦高层。各位，叫来。陈公公，请留步。娘娘，陈公公，方才本宫忘了问你，皇上接八王爷送的是什么手礼？为娘娘。有路线啊，乃是大公娘娘，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。娘娘喜欢吃，待陈令回去，立刻与你扎上一块，水水嫩嫩，光光鲜鲜，细细啪啪，滋滋生生，绵绵甜甜的肉露馅汤。小心娘娘表我心陈令，望着本宫见你沉稳少女，今日倒是能色为桃吗？莫非心中有鬼？不是有鬼，而是有喜呀。喜从何来？娘娘，李娘娘猜下要你，已当入冷宫，这皇后之位，非你莫属。陈令替娘娘高兴，所以要多说几句。稍后陈令还要娘唱皇后娘娘啊。好，好，只要你听本宫的话，本宫一定会宽顾于你。快送手礼去吧。谢娘娘。慢，娘娘，送进八王爷的手套，非同小可啊！这个头是不是一般大小？这外皮是不是光鲜无瑕？这倒
心里是不是有虫子？娘娘，你可要仔细地观察一看呐！乖爷爷来提醒，乖心机，太阴狠，说是马进不能放，急急走说。请娘娘，请进王府。娘娘，就让奴婢来替你接吧。郭公公，你到怎要接？到怎要接？一定要接，一定要接。苍天啊，苍天！臣领胆小，国外胆大；臣领怕死，国外不怕死。今日为抗生命，顺接王府，恐触犯天威，降下撇令。臣领无辜，你要撇休撇不完。你可以接王风凉。接就接。请娘娘您看，这刀子不错吧？这刀子真不错，你且去吧。臣遵旨。娘娘，这内的儿臣，你万慢眼宽呐。国外，咱家到底是听娘娘的，还是听你的呀？你心虚了。哎呀，娘娘啊娘娘，咱家昨夜向国外讨钱的，他便心怀不满，故意刁难，须知这虐路险逃，见了你的滚逼其罪，八王爷见了，定要挂在于我。娘娘，这手里你就让他去送吧，臣领卫兵往上去了。娘娘，这的儿臣不能不可。大家明白了，所以你那孙儿里面一定装着见不得人的东西。娘娘，李娘娘猜想瓜太要你，说不定就是他捣的鬼。他蛋，娘娘，这兔子吃了还要人命，曾有58道都是被他逼的，方娘娘死才臣令，这的儿臣就让咱家来替你挡开。娘娘，娘娘，
却是已经把那妖孽好了，为公罪人。陈公公，把王爷给等去了。娘娘放心，臣令即刻滚去。臣令，这王府你可要奉好了。奴婢遵旨。天子也怕老，连战求生也徒劳。想妖孽中看的是刘备残儿又遭了，封他王儿再无缘，他送团师。真怕见先祖当阴曹，胎儿无望成心，我是家日间无啊。
儿真为武王明，神称八王爷，我就是八王爷的三小子。哦，是王者到了。在儿朝政，叩见皇上。告诉这是谁将你带到这里来的？是陈公公，他说皇上在宫里闷得慌，让我来陪你玩。那你为玩些什么？我为玩的可多啦，对诗句、讲故事、写杂志、下小棋、骑快马、铁须脚。哎，我还会数字歌谣。数字歌谣。对了，我说一只青蛙一张嘴，你就答两只眼睛四条腿。这个真小时也玩过。来，来吧。来。一只青蛙一张嘴，两只眼睛四条腿，两只青蛙两张嘴，四只眼睛八条腿，三只青蛙三张嘴，六只眼睛12条腿，9只青蛙9张嘴。对不上来啦。18只眼睛36条腿。好个聪明儿！来，上阵好好看看。
下，殿下，皇上，你莫也属于他，见他开心，这好像回到少年时光了。皇上，奴才不是耶稣，而是惊讶。惊讶？皇上，3年下他怎么与你长得如此相像啊？相像？真一见他，好似见到亲生儿子也不。亲生儿子？皇上，奴才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皇上是真心喜欢3年下，何不将他估计为子？估计为子？3年下3为皇上之子，一可常来宫中教养，2可虽是孝敬皇上，3也可抚慰皇后娘娘失子之痛啊！好主意，好主意啊！3年下，快去口先扶啊！不，我可不要做皇上。殿下，我就是不要做皇上。我怕是哪里不乱空荡荡，我爱那个王爱天的娘郎，蹦蹦跳跳随一双，来来去去。皇上，太子他从未到过王宫，奴婢愿引太子各处走走看看，他一定会喜欢这金灿灿亮堂堂的王家气象。好，太子远道之处，臣我忍不得住啦。臣遵旨。见皇上。王儿平身。其中奥妙非是了，可是我心内有痛，情深默默写上他，从今江上今日皇上如此高兴，像是龙体大悦了。朕今日高兴，你来看他长得像不像朕啊？
想，皇上，他是把燕王的3殿下，朕已将他估计为子了。什么？是此时来，他就是太子了？真是太子啊！皇上，子同放心，朕即刻办旨，昭告天下。王儿，快来拜见母儿。王儿娘娘，千岁，千岁！啊，太子，请起，请起。皇上，今日皇上喜得太子，他送江山，承继于后，臣妾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恭喜皇上，恭喜皇上！朕万劳自动多多费心，你要对朕交出一个好皇上呐！臣妾遵命。李娘娘，你身子有病，讲究着吃一点吧。哎呀，你再不吃不喝，性命难保啊！哎呦，凉了。要不金龙再接你去讨碗捏粥。陈公公，李娘娘，陈公公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奴婢这里看见李娘娘。早晨看见娘娘千岁。他是八王爷的3殿下，
皇上已故继位，当今太子了。哦，太子快去，我本太在之身。娘娘无辜受裁，当受太子一拜。朝臣再拜娘娘千岁。太子，拜不得，拜不得。娘娘，你痛失灵儿，深受冷宫所念，太子你再好好的拜上一拜。哦，娘娘在上，朝臣3拜。太子，陈公公，娘娘为何如此伤心？娘娘丢失的孩儿与你一般年纪，今日见你，娘娘死儿越加伤心。娘娘不伤心，朝臣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找回孩儿啊。哟，陈公公，喜客呀！哈哈哈哈！秦公公，怎么一回事？陈公公来了，为什么不来告诉我？我跟奴才。哎呀，这些年只有个外国公公常来过问，还真没见过你呢。秦公公是笑话了，咱家是奉皇上之命，引太子各处走走，各处看看。太子冷宫中观清风，可见太子千岁起来！这王礼是什么呀？李娘娘圣旨不赦，今日不吃不喝，咱家到御膳房讨了一碗热粥，端过去。我来。李娘娘，这饭还是要吃的，你可千万要想开些。走。千万生活
放弃生言离不开。元神是黑，莫非你死呀？你死呀？你快死呀！娘娘，你先将这位孽抓下，待城里慢慢与你讲来。好，我喝。娘娘，慢点，慢点啊！见此心肠。该问娘娘，可曾看过史记曹氏家吗？我看过的，莫忘还要我反复背诵，来自于心里。陈公公，娘娘，曹氏故儿可好听啦。那我先讲讲曹氏故儿。这故事是讲晋景公年间，监测图文谷冤杀了曹叔一家300余口，必有曹叔之妻赵姬一生逃过劫难。那赵姬在宫中产下一子，取名曹。曹真。错了，曹真是我那故儿名叫曹武。奴婢记错了。那张姬在宫中产下的女婴是叫曹武。杜文姑为斩曹之根，定要杀了曹武。又为一时名叫陈毅，将曹武藏在孙儿之中。你又错了，是藏在药箱之中。对，药箱之中。陈毅
将曹武藏在压箱之中，貌似呆出王宫，满天过海，亲自太师，故作漫游，功成先灭，历经千难万险，报下曹氏一脉。为使曹武长大成人，曾经官员神速退身，为报奸臣惊觉在上，曾因骄儿神出作父。15年呐，15年呐，那张晋配受神功，苦熬岁月，4年亲儿以泪洗面，总盼来千里昭昭，桃叶阵阵，过儿成真，母子相承，杀死奸臣，报仇雪恨。娘娘，时辰不早，太子该回去了。太子，娘娘，冷宫禁地，皇儿年龄不正适中，太子到此千万不可泄露啊！太子快走，太子快走！娘娘，我会常来看你的。娘娘，来日方长，千万报错。
忆当年。追不着，干脆一刀斩了他。哼，杀生有意，探子来龙去脉不搞清楚，哀家与你一生不得安宁啊！这娘娘，何不将陈令找来，命他从旁拷打，口子？命他拷打？对，他是不肯拷打，定是口子同门。他是从旁拷打，口子定会恨他无情无义，将他攀咬出来。宣陈令是。陈公公，既是娘娘教训过人，陈令先去门外等候。慢，陈公公，10余年前李妃参下养父，娘娘为防何结后果，命他抛石于火。如今娘娘请法师超度我儿，法师引导，那妖孽还他。娘娘的儿就是被他害死的。哦，竟有这等事，娘娘当命法师做那妖孽。是啊，今日哀家虽是要分明妖孽去向，将他牵到反国，放心我心头之恨。娘娘失了，口子平时最听你的话，就请你来考分。只要你闻名妖孽去向，娘娘听有从杀。啊呀，娘娘，奴婢可从未拷问过神啊！你管抗子？既然陈公公不肯拷问，那就你来吧。他杀不走，你虽与我往死里打。准
子。慢，娘娘，当时臣不用丧命吧？当时一个钱币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好，那奴婢就死他也是。好，可是你可愿葬？你可愿葬？可是我与我狠狠地当啊！可是你啥不从实招来？难道你不怕管辖丧命吗？陈公公，我看你高高举起，却迟迟不肯落下，你是在心痛他吧？你是怕他熬赢不过，早出头目。可知，只要你早出头目，A 家受少你不死。不能再当他了，再打可真要出生命了。天下之意，天的命，无需的当是同谋之臣，问心有愧吧？臣领此行，官得前地，既无愧疚，那就当啊！
们早已设下圈套，今日承认不是同门也是同门，不肯承认也要承认，不想死也一定要死。天当雷劈的该是你！当年魁子将妖孽交付于你，你又将他送往八王爷府，死也不死。娘娘死此无言，奴婢愿随你亲上八王爷，一起面见皇上。哼！今日不审我明白，你们谁也休想我这出去！真理！你与他们别去亲，当年红脸我看得明，是永记在一天地，早与不早的两年，看此君子不愿言，只盼有朝把冤生。就是城里传统与我同门的还有过丧尽天良，设下诡计，被诛死在你当年刘妃。你们都是同门无甚。
我真了吧，真开花。
这次炼丹求生，恰大冤旁落，也能见这此事，到时也不知亲生儿子求在你的身旁。臣命杀死共生口子，应声逃命。娘娘有旨，紧闭宫门，请臣命杀。是。皇上，你好糊涂，你好糊涂啊！皇上死。皇上死，见着门有家堂挂，了臣临时屏障一命相当。且能知他年做娘，岂能娘李娘娘一生梦中望，岂能娘太子生着做亲娘，岂能娘哎百变大顺哦不分身，能儿娘天大人上，天忙恢恢总有神。总一生，我也要留取铁证才可是，你就是在我曾领官旁之下，先跑后踩，前跑后踩呐。可是乃是奴婢，今后将自己一命换取私人性命，可是丝毫。刘王后，你以滔天之才换来王后之位，你心安吗？哀家机智立妃，谋我太子，以民抗命，真美后位，哀家自豪惨啊！不振作阻止，求得到奴才。死官被擒，除罪为业，修为各有奴才。各无奴才，把主子拽在手心，当狗还耍，都不是好。你还有做臣的良心吗？良心，这宫廷之内，长得下富贵天，长得下上天，
就是长不下良心。千两上千，必当报应。报应。黑家的儿子不信报应，这就是报应。老天啊，我已经与你两清了，两清了。事情谁管同我的后位，停战不逃。